12月1號的下晡，市長會特在市府的會議室召開記者會來公布耶誕跨年的第二波卡數陣容。對這個拜六開始，就有一連串的耶誕跨年系列的活動陸續展開。今年所邀請到的陣容包括有金曲、金馬、金音閣、電視金鐘、廣播金鐘的卡數，這回來到台南，甲大家共度精彩的12月份。今天非常高興能為大家來開箱我們接下來耶誕跨年活動的精彩的卡司。那因為我們有親子的活動，昨天已經為大家開箱報告過了3場。那另外3場的這個演唱會規格的活動，我們也都陸陸續續為大家開箱，如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包括金曲獎的這個得主，還有包括這個廣播金鐘、電視金鐘，還有這個金音獎的得主，其實通通都有囊括在我們今年的這個跨年耶誕活動裡面，所以可以說是5金級，金曲、金鐘，還有金音。還有這個是金馬嘛哈，所以說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台南。記者會現場嘛特別邀請到街舞團隊 BTOD 來替大家帶來精彩的唱跳表演。另外，針對最近新型的變種病毒在國外快速來拓開，市長呼籲市民朋友，若要參與任何的活動，請一定要遵守防疫的措施。若是最近又出現疫情無樂觀的狀況，活動嘛全部改為線頂直播的模式。改線上，我們也不會毫不猶豫的，就改線上，因為畢竟防疫是最大的。我們不希望產生任何因為大家來參加活動而產生任何不好的結果，所以防疫優先。所以如果有萬一疫情擴大，或是這個魔王病毒有在台灣造成疫情的影響的話，我們就毫不猶豫地改成線上。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